所有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昨天在台北有活动，比较忙碌哦，莲友回来很踊跃啊，座无虚席啊。昨天法会已经圆满了，今天早上有机会来跟各位讲几句很重要的观念。你看，蛇被砍头犹奋起啊，蛇啊头咔嚓被砍掉了，但是他的身体一直动，一直转，然后他不甘愿，一直要跟对方对撞啊！你看他的头被砍了，他仍然想尽办法要站起来。你看青蛙伸手分两地啊，青蛙的身体跟头部啊分开来，但是他的身体啊照样跳哦。跳了几个小时哎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各位，个把小时人在呼吸啊。他呼吸都没有中断，一直不停的在内心里面就觉得他没有死啊，他的神识还在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证明神识是还附体啊，附在他身上，没有离开啊。他觉得他没有死啊。各位，本性不生亦不灭啊，本性就是你灵魂的本体，是不生也不灭啊，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。天地万物皆如此啊！天地所有灵性的动物都是如此的，本来就有灵性的。在座各位法师莲友们，你们有没有灵性啊？如果没有灵性，你根本听不进师父讲的话是好还是坏啊？你没办法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没有办法，是灵魂在选择的。天地万物都是如此，所有的大地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，所以我们不能轻视他、蹂躏他、践踏他，不能杀害他们，不可以这样。人死，另外又开始啊！人死掉以后，另外又重新开始，你的灵魂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受你的因缘果报，你还要再投胎，还要再转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死，另外又开始，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啊！这个事实你没有办法去否认的。我们人永远不会死的，死是另外的开始，你必须要好好的去面对。你在世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健康，你的灵性上没有污染，你就去亲近光明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每天就计较、冲突、嫌弃、厌恶这个、讨厌这里，每天处在心态不平衡的状态下，各位，你想想看，你的灵性就污染了、肮脏了，你被不正确的观念污染掉了。所以那时候你去到很黑暗、很痛苦的地方，你要埋怨谁啊？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啊，一切唯心造啊。师父不是跟你们讲过吗？章太炎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大好人，非常善良的好人。结果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，地府阴差抬着轿子来接他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们要找我去呢？”两个阴差就回答：“因为阎罗王说你做人很好，很实在，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。现在阴间地府少了一个秘书，请你去担任。”但是他说我不行啊，我还有家庭啊，我去了回不来怎么办？阴差说阎罗王他是请你晚上去办公，白天把你送回来。他说哦，那这样还可以。章太炎在办公的过程当中，他就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我在人间听人讲有那个刀山啊，有油锅啊，还有那个铜条啊，烧得通红通红的，叫人家爬上去，这个是多么悲惨的、多么痛苦的一个惩罚呀！是不是能把它取消掉？阎罗王说啊，这样啊，来，那个两位阴差啊，把这个秘书带去刀山剑海的地，你去让他参观参观。结果他带他去的时候，一看啊，什么都没有呢？为什么都没有出现很恐怖的那种环境？没有啊。结果那个阴差说：“哈哈，因为你的心是光明的，你心是柔软的，你心是慈悲的，非常善良的，所以你到任何地方就没有这种东西呈现在你的眼前。一切唯心造，三界唯心现。你的心是干净的，你到哪里都是干净，都是光明的。”那这些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凄惨地狱？为什么要这样报应，要去惩处他？因为他的心肮脏，他的心很龌龊，很凶狠，所以就感召在那样一个地方，自然地狱就出现在那种环境，给他折磨、处罚他，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的神识永远不生不灭的。你要到另外一个环境，是根据你现在的心，你的心是纯善的，是慈悲的，是为别人着想的。
处处都能同情怜悯的心性，那佛告诉你，你到哪里都是充满了幸福跟快乐。好，这一章利用这个因缘来跟各位大家报告。阿弥陀佛。